谢谢，欢迎欢迎，向大家介绍一下自己吧。참아디무 니몰라 자시람셋 니자몰라 허이천셋 자시델러。大家好，我叫侯一晨，藏族名字扎西拉姆，今年快10岁了，我来自北京。这位是负责教我藏语的冷错姐姐。大家好，我是冷错，我来自青海，这是对的，这是对的，欢迎两位。哎呦，是来自北京的，那你们怎么认识的呢？我们是通过朋友认识的。哦，你就是专门来教他藏语的。对。那我看你是藏族，但是你的这个普通话讲得很好，是在哪里学的？我没有学，就是可能是环境原因吧。我来北京之后，就是自然的好多了。我觉得你们两个其实很互补。老师教你藏语，你教老师普通话，对不对？你是藏族哪个地区的？安多哈。对。哎，扎西你是？我是香格里拉的，我是康巴藏区的。哦，你是康巴汉子。对。然后今天在这里也可以算是遇到我们藏族老乡了，对，是不是？对。我问问小姑娘，逸晨，你跟老师学藏语学了多长时间？好像也没多久，几个月吧。不到1年的时间。那你是学说也学写吗？对，现在我能把藏语的30个拼音全默写下来，还有声调。它的写法以及它的这个语法，对不对？今天我们现场呢也准备一个小黑板，你能不能够在现场跟朋友们、跟观众朋友们分享一下你学习的、你觉得最有特点的藏语？好的。好，来，请我们的工作人员把我们的道具呈上来。现在我觉得也可以算是一个阶段汇报吧，向大家汇报一下你学习藏语的进展情况，好不好？来，你给大家边说边写介绍一下好吗？藏语它主要是由30个拼音组成的，跟我们汉语很像。我先给大家背一下：嘎、卡、嘎、啊、架、恰、架、呀、大、塔、大、那、巴、帕、哇、嘛、za、灿、造、化、下、撒、啊、呀、ra、啦、沙、萨、哈、啊。还有4个音标，是格格、小这、正位和纳入。哦，这是发音。写的方面呢，你给大家介绍一下。它有简单的，也有难的。比如说，像这个“那”，它和汉语发音的那个“那”很像。还有这个“妈”，它和“那”也很像，只不过多了一个小数。可以用这个组一个词，比如说“阿妈”是妈妈的意思。阿妈。这么写。那发音最难的，你给我们介绍一下。发音最难的，nha，nha，还有一个特别难，念上。哎，姐姐，我说的对不对啊？什么？那你再发一下。这特别难，就是我还真发不出来这个音。我听完全和我的一模一样，然后呢，你再发一遍。是听出，但我还真的不知道那个扎西，你能不能来一个？姐姐那个跟我们那边还有点区别，不一样是吧？我们干嘛应该是哈。再说一个，再是不一样，是差，不是差，舌中间我怎么听着好难的这个？好难啊！真的好难哦。确实。那我教你一个简单的吧。我教你一个最简单的。我们那边说阿亮，就是阿亮，好，没事，你毕业了。
太难学了。你刚刚开场唱的那个《七人拉索》，在那个扎西你的那《阳光》那首歌里面也引用了这段旋律和内容，对不对？对。其实最初的大意其实就是说，姑娘要去集市，然后有一天鞋子掉了。那鞋子掉了没关系，我们第2天再买一双。当时我们所有人听这个意思的时候，都觉得这怎么那么简单呀？这个是到底有什么寓意啊？然后后来等到我做阳光的时候，我才发现它跟我那首阳光一样，让生活每一天都充满着阳光。因为其实藏族人最乐观的心态就是，今天我们有所有的丢失都没关系，因为明天太阳照常升起。其实这就是用很浅显、很简单的道理告诉你生活要乐观，这就是藏族人最乐观的心态了。对。所以我也明白了，我们这个汉族小姑娘在一开场带来的这个才艺表演，为什么选择了这个真拉索。那这样，我们能不能邀请扎西哥哥再唱一段这个真拉索，好不好？来，我们一起感受我们藏族朋友的这种阳光乐观的精神，好不好？来，好。让生活每一天都充满着阳光，不要躲在角落一个人忧伤，让生活每一天都充满着喜悦，感觉真的很棒，这充满了能量，快乐一直都在我们身旁，请你遇到困难不要说放就放，追逐希望超越梦想，过程不一定就是艰难。谢谢。我自从刚刚通过奕晨还有我们老师介绍了这个藏语的这个发音过程之后，我对你刚刚那个藏语说唱更加崇拜了，你知道吗？其实藏语是一个特别奇妙的语言，因为它里面会有很多的尊敬和礼貌的程序会在里面。其实，在我们小时候跟爷爷奶奶去说藏语的时候，就会耳濡目染的有一些尊卑和礼貌，就这样从语言里面传到了我们心里。对，好，谢谢，来有请。谢谢大家。哎呀，我觉得跟你的聊天进行到这里啊，我才觉得我们奕晨小朋友真的了不起。一个不到10岁的汉族小姑娘，现在对我们的藏族文化这么样的感兴趣，而且我听说，不光你是她唯一的老师，她还有好多藏族朋友会用他们各自不同的方式来教你，是不是？都有什么样的？除了边上的这位老师之外，介绍一下。我的老师是一群人。主要由本措吉姐姐教我唱藏歌、跳藏舞，还有中央民族大学藏族的哥哥姐姐们，他们放假了，在家里放牧，来不了现场。想他们了，是不是？今天我们这位老师是他们老师当中的代表，能够陪你来到现场。但是没有来到现场的你的那些老师们呢，他们还拍了视频，真的，我们看一下好不好？嗨，扎西拉姆和宇晨你好，我是你的索兰卓玛姐姐。我今天穿的是藏袍，和北京的不太一样哦。你认出我来了吗？这是我的弟弟。由于我们有发扬，不能去现场给你加油哦。然后我们9月在北京见哦。扎西勒 ，Hello， 大家好，扎西拉姆你好，你是我们心中的拉姆，是藏汉友好关系的小使者。青海欢迎你，青藏高原欢迎你来做客。扎西德勒。哎呀，小姑娘你很幸福哈，你有这么多藏族的大哥哥大姐姐，
在陪伴着你，跟你传递和交流着藏汉文化。我相信你会在相对来说比较短的时间内，能够更深入地了解我们藏民族的文化，同时也会把咱们汉族的文化传递出去，大家做一个文化交流。那我就觉得挺好奇的，你一个不到10岁的小姑娘，生在北京，长在北京，怎么会对我们藏族同胞的文化这么感兴趣呢？因为我的姥姥，我姥姥以前特别喜欢藏族，然后呢，时不时的就会给我拿出一首藏歌，就会给我听。受姥姥的影响更多一些。那这样，我们把姥姥请上来，跟姥姥交流一下，好不好？好。来，有请侯以晨小朋友的姥姥上场。来，姥姥请坐。大家好，我是侯一晨的姥姥。我年轻的时候呢，就一直喜欢藏族的歌曲。那个时候呢，工作忙，退休以后呢，有了大把的时间，我就呢对藏族就有了更多的了解。什么呢？坚强啊，乐观呐。那个另外藏族的歌曲吧，听了给人家力量，或者是感动。哎呦，这姥姥上台来就这么几句话，我觉得都不用问您，我就真的能够非常真切地感受到您对咱们藏族文化的这种钟情，这种情有独钟。所以这个把小孙女儿都感染了。虽然刚才我们已经感受到了藏语真的不那么好学，那个音也不容易发准确，但是只要我们有恒心，有信心去努力，坚持不懈，一定能够圆姥姥对藏族文化热爱的梦。姥姥年轻的时候没有完成的梦想，能够在我们小孙女身上，小孙女代替您去实现，是不是？是啊，这样姥姥呢也会更加的感觉自己非常的幸福。接下来，让我们一起进入下面一个环节——小不点儿大能耐。一位非常热爱藏族文化的汉族小姑娘，
我们听听4位嘉宾老师的感受。小一晨是从里到外透着一个美，真的看出你喜欢藏族文化。少数民族的语言也是我们非物质文化遗产，也需要有人来继承。而你却喜欢上藏语了，而且呢，你把藏歌唱得那么美，文字也写得那么美，我想你一定非常高兴啊。特别特别的骄傲和激动，而且特别感动。对，如果说把这些文字、这些语言都传承下来，这是一个大的国家56个民族的一个骄傲。我觉得你真的做一件很了不起的事情，所以我要把我这个爱心气球送给你，也送给你的老师。谢谢。谢谢陆青老师。哎呀，好有一比啊！你就是当代的文成公主啊！谢谢。好吧，特别棒哈！下次我去西藏的时候，你带我去，好吧？啊，帮我多翻译，帮我多向导，哈。这个气球送给你。谢谢。谢谢。来，刘老师。棒棒的。我觉得你很棒，而且学藏语是非常难学的。希望你以后好好学，把咱们藏族文化传承下去。而且你的歌声也非常甜美，爱心气球送给你。谢谢。来。当我今天看到他的时候，我很感动，因为我们去继承传承藏族文化，我做了很多的作品给内地的朋友，大家都非常喜欢我的歌曲，从我的歌曲里面慢慢融入了藏族的一些知识。但我们也反过来，我们也需要很多的汉族朋友，还有各种少数民族的朋友，大家更关注我们藏族文化。所以你今天做了一个非常好的一个示范，一个特别正能量的示范。所以我也希望有更多的年轻的小朋友能像我们的扎西拉姆妹妹一样，然后把藏族文化热爱起来。不说像扎西拉姆妹妹那么厉害，会开始在学文字，那最起码会说一些简单的语言，比如说像 Jas Dele， 比如说像 Jas Benju， 这些都是可以去问好的语言。所以我希望大家能多多的关注藏族文化。谢谢你，这个气球一定是送给你，而且谢谢你的老师，谢谢他把我们的藏族文化教给你。真的是要在这里说一声谢谢，像侯以晨小朋友，像我们的冷措老师，还有刚刚不能到场的你的那些藏族朋友老师，向你们道一声谢谢，谢谢你们在身体力行的为汉藏文化的交流做着自己的贡献，加油！来和你的老师一起去收集你们的爱心气球，好吗？